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讲的主题是渔电共生智慧养殖。那么讲到这能源咱知影台湾有大部分90几%拢是靠这个进口。尤其呢，咱台湾伊个是一个海岛的这个国家咱无邻国所以呢，咱嘛无法度有其他的这个国家来甲咱支援咱就爱家己自力更生啦那么讲到这绿能就是讲因为这几冬咱的这个环保议题，咱知影咱的能源嘛已经咧欠缺所以呢，咱能源转型是势在必行那么咱市政府呢，为着要来推动这节能减碳绿能转型的最近呢，咱伫这个帮忙家帮忙这个所在呢，有一个温室大棚的这个养殖数位分身的这个示范基地讲到这乐乐等的这个名词连我都感觉讲我搞不清楚呢我在想咱的乡亲朋友想想教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种的示范基地啦讲到这渔电共生，讲到这智慧养殖，咱今日特别邀请咱台南市政府咱农业局咱渔业科科长吴国岭科长要来跟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科长你好。各位乡亲主持人大家好。是，那我讲的渔电共生虽然咱已经有讲过但是我乡亲朋友可能还是不是很了解这个名词，是不是咱科长各来跟咱乡亲朋友做一个解说。是。大家报告咱听的渔电共生，伊主要就是讲，咱一定要有饲鱼。对。伫这个饲鱼的环境咱这个太阳能还是这个绿能加起来，是怎做发电，安尼叫做渔电共生。是。主要渔电共生是有分做两种，第一种叫做地面型的渔电共生，就是讲我直接伫这个鱼温顶悬，我来设置这个太阳能板，我会让你设置伫我这个花也花顶，还是讲设置伫咱这个养殖池的内底，当然，这个设置了会让，就是比如讲，若寒天较冷的时阵，会让冻风，互鱼安尼较袂寒着。防寒。若热天伊嘛是让算遮阳，互咱的水温袂遐悬，所以伫这个室外的地面型的渔电共生嘛，有这种好处啦。所以有点恒温的迄个效果。让它达到恒温。另外就是讲，另外一种渔电共生叫做迄个屋顶型的渔电共生，就是讲咱先起一个室内养殖场，拢伫咱这个养殖场的这个屋顶，伫咧顶悬甲用这个太阳能的设施，这叫做屋顶型的渔电共生。当然，屋顶型的渔电共生，除了头仔讲的，对于咱这种天候的温度，让嘛是比较能够把它让它恒定以外，伊个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讲，让防止一些疾病会让入侵到咱这个鱼池，个另外这个好处。所以咱总共有两种的这种这个渔电共生总共有这两种。因为我看最近因为咱绿能转型的关系我看有足侪媒体咧报道比如讲像拄仔咱科长咧讲的咱是鱼饲鱼的这个所在有地面型有屋顶型我嘛有看过足侪，比如讲有的人是饲猪的啦还是讲迄个狗寮它那个好像嘛是拢类似这种，也是比如讲伊讲农电共生啦就是讲咱即马绿能转型了咱有足侪种的方式拢会当来发电拢利用这太阳能板来做发电啦那么是不是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咱未来咱台南市的这渔电共生咱的计划是啥物货？应该讲是咱迄个台南市迄个适合发展渔电共生应该讲，因为咱头先讲其实即摆拢伫做这个能源转型，咱是希望伫咱迄个2025年内让达到20G 的迄种这个容量嘛。那要达到这个容量，就开始有需要做大片的地，会当来用这种太阳能的设施嘛。那因为所以咱的迄个农渔温因为面积算足大，咱台南上咱的渔温总共有15000公顷，所以伫遮大咱有遮大的面积，搁另外就是讲，咱台南咱的日照的效果算足好嘛。对。所以变讲，若伫咱台南来推动这个渔电共生，会当有一个
一个足好的成效啦。是。那目前吼，咱其实头有讲到，咱鱼电共生的分两种，一种是属于地面型的鱼电共生，吼，一个是屋顶型的。那伫地面型的部分吼，目前吼，咱主要是爱先画一个所在出来讲来，咱这个所在会当开放，互人，互迄个厂商来咱这个渔村啊，这个区域来设置这个鱼电共生，所以，阮即阵一定有核定伫总共五案的专案计划吼，总共一定有595公顷的这个面积，会当互咱若是有需求要伫这个渔村啊顶悬来做这个鱼电共生的这个业者，会当来申请伫这个渔村啊顶悬来做设置，这是地面型的。啊，另外屋顶型其实一定推动几啊年吼，就头仔讲到。今仔日这个屋顶型的，今仔日若是伫迄个咱市地的顶悬吼，设置这个屋顶型，迄个叫做这嘛是一种叫做农业大棚，啊若是饲迄个内底饲狗的，啊若这安尼，这是另外一种一种农业大棚，只是里面内容不一样。对，啊，今仔日内底若饲鱼的吼，咱是一个室内养殖场，啊，伫顶悬嘛是共款设置这个太阳能板吼，这个叫鱼电共生，算是屋顶型的鱼电共生啦。那目前咱台南总共吼，有这两三档来推动吼，咱第一场，比如讲咱伫客家，还有一个白河的这种室内养殖场伫顶悬嘛，伫设置这个。屋顶型鱼电共生，啊，再来咱伫东山笋壳鱼的一个养殖场，迄嘛是有新的，啊，陆续，即阵总共一定有16场的这种室内养殖场，拢有做这个鱼电共生的设施吼，目前一定达到10 mega 的这个设置容量，啊，其实后边陆续各有几啊10场，拢有伫做这个室内型的鱼电共生的，这个设置。啊，咱即马像今仔日咱有讲到，讲这个北门这个所在好像今年较开始设置好的嘛，吼。啊，伊设置起来整个的状况是不是？甲咱的用心做一个介绍。所以咱头讲的，咱北门这个吼，伊嘛是等于属于一个室内型的鱼电共生啊。伊等于讲，我有先起这个室内养殖场，我拢伫伊的屋顶设置这个太阳能板。那但伊这场是除了这种的，除了鱼电共生以外，伊是伫伊内底场吼，佮有多设置一个叫做智慧养殖的设施，会当来提供咱唔免遐多人力吼，会让更能够来精确的控管咱规个养殖环境啊，让互咱的鱼仔饲了愈好。伊主要是佮有给这个智慧养殖的设施。哦，是。那么就是讲，农业咱知影讲。比如讲龙啦吼，还是鱼啦吼，因为这拢足辛苦的啦吼，所以吼，咱这部分有一点仔咧断层啊，就是讲一寡咧种田的啦，或者是讲饲鱼的，拢是老一辈子啦吼，啊，咱为着要鼓励这个新的人讲吼青农啦吼，啊来转来就是讲会当种植，还是讲会当去饲鱼啊吼，啊，所以呢，咱这算智慧养殖吼，这可能嘛是对着一寡较少年的这个朋友哈，他们可能就是比较能够不用那么的辛苦啦哈，啊，对的也比较愿意再来接这个养殖业啦哈，是不是这个部分可能有咱介绍一下。来讲，咱传统的这个养殖业拢是伫这个外口吼，啊，伫大日头骹，爱去饲鱼啦，爱去开水车种吼，所以是算足辛苦啦。所以即马其实即阵咱的养殖的迄个人力拢一定老化吼，都足少迄种少年人愿意当来做啦。所以今仔日咱也有法度来推动吼，咱即个养殖会当自动化吼，比如讲我就只要一个电脑会当做一个动作，啊，水车就会咱家己开起来，吼，啊，若要饲料，反正若做一个动作，饲料就会咱家己饲，啊，若安尼就有这种的自动化，自然会让吸引咱迄个较少年的人会当转来从事这个养殖吼，啊，佮第二部分就是讲，因为咱这个养殖经过拢是迄种传统，拢是比如讲啊，阮兜若有咧饲，阮囝我可能会教讲要怎饲，一定爱有这种经验的传承。但是其实这种传承吼，拢无一个迄个科学的依据啊，拢是啊，我感觉安那，你若看到水色是啥物情形啊，你来安那做吼，迄拢是一个讲我经过的老经验。但是安尼吼，比如讲今仔日我若是一个外口想要来饲鱼的人吼，我根本就无法度来接触到嘛，无法度入来。但是今仔日若比如讲，
咱有这个智慧养殖的设施吼，会当互咱规个这个养殖的资料，拢会让科学化吼，拢数字化，它也比较容易入门。对，我认为若是了解伫什么经营下，我就知影我有一步我要安怎做吼，拢有一个 SOP， 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安尼就会当吼，譬如讲咱其他外口的原来阮兜毋是咧饲鱼的人，我有这个兴趣，我嘛拢会让做伙去。所以它的入门的那个门槛就会比较低啊。吼，对于伊来讲吼，要去做这个行业，也就是讲吼，他以前不是做这个行业，他想要转型过来做的时候，伊也比较容易吼入门，他比较能够哈马上进入那个状况啊哈，因为饲鱼啦、是讲种产啊，你除了辛苦以外，投资嘛爱开就多钱啊。如果他投资成功失败，哦，那他一次就怕了，他怎么敢再继续下去啦哈？所以哈，咱利用这种智慧养殖的这个方式好因哈，就是讲失败率应该比较不会那么高哈，失败率也较成功率也较高然后因的成就嘛也较好，成就感嘛也较高然后安尼因要个持续下去的迄种信心就较有啦哈。那么好多咱咧讲鱼电共生啦，咧讲有这太阳能板啦哈，如果科长咧讲，就是说有恒温的效果哈，也当你当天的时候给你。好，你袂遐那寒啊，你热天的时候好你袂遐那热啊，听起来就是不错，很好。可是多多少少根本无缺点。应该讲，其实咱市府吼，这几年来拢推动这个鱼电共生吼。那即马比较应该讲，大家感觉有争议的是属于地面型的鱼电共生这部分，就是要伫鱼温顶管来设置太阳能这部分，较有争议。一般有啥物争议吼？其实大概分做三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讲，原来迄个温啊，伊是有租人饲，即摆若要改做吼迄个太阳能的设施来饲的时阵，原来即个饲的即个渔民，伊的工作权，我都甲保障无，伊惊伊过来无头路，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大家拢会烦恼讲，即个太阳能板啊，一个设伫余温顶管吼，比如讲有可能即个太阳能板能源若是破去啦，还是讲若要去洗即个太阳能板，可能吼伊的水会去污染着我原来家骹的池仔的水啦吼，还是讲即个太阳能板伊无够稳固，可能若一个风台过吼，规个就破坏去，去污染着我的环境啦吼，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惊讲，咱即个太阳能即个设置伫遮吼，若即个所在。一个大面积的设置吼，咁会去影响到我遮原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啊。比如讲，我遮若是有鸟啊，有啥物本来拢足丰富，你咧设下去会影响到的。原来大家拢主要是有这三个问题嘛。当然，其实市政府伫这一两当来吼，因为阮目前一定有推出5个专区的计划，讲大家会当来遮设置太阳能。是安那，阮我都来安尼做，就是讲。阮针对头仔讲的第一个，要解决迄个渔民的工作权这部分，阮就要求讲，今仔日你厂商你若要来遮做，你一定要含地主、含这养殖者、含恁双方应该讲三方，你来拢要有共识。另外，若是这个渔民愿意要继续饲，你一定要保障，一定要互伊饲，除非是伊家己唔爱饲吼，一定要保障伊的工作权。所以这部分就我都解决伊的疑虑。第二部分惊讲这个太阳能的这个设施去影响到这个环境吼，然后要求你这个厂商你设置这个太阳能了，你针对这个环境，你要逐年拢爱去监测伊的水质啊相关的资料吼，另外你的设施来安怎看变讲有这个稳固的迄种标准的物件，你袂让凊彩做若真啊风台去歹去这样咧造成影响，所以有这个相关的吼，所以阮这一定主要一定有法度吼来维护的区域来设置啊。当然其实大家各有一疑虑就是讲。若伫遮设置足侪，针对这个生态会影响嘛，所以阮目前吼5个设置的区域拢是伫台61线以东的所在，就是比如讲是属于迄个黑面琵鹭，还是讲鸭叫，迄个较少的所在啦吼。若是迄个台61线以西，这个生态较丰富的所在，目前即摆目前拢还未去画这个专案计划，并嘛毋是讲。迄个依西袂当画啦，你若依西要画另外，若是有厂商提出来，你得经过一个规个严格的这个环境及社会审核机制，迄个若我都审过了，搁取得在地咱所有的居民，大家会有一个
林动的共识，安尼叫我都来伫迄个比较生态敏感的地方设置，所以目前这个推动的经营大概是安尼。所以吼。对着咱有一寡疑虑的所在，其实咱市政府嘛已经拢有做配套啦吼，所以其实呢，咱一寡民众吼，就唔免遐尔烦恼啦吼。啊，那么呢，咱讲到吼，这渔电共生啦吼，咱在讲什么温室大棚吼，好多啊吼，我就讲吼，这名字好长哦，我讲我也记不起来。温室大棚什么养殖数位分身示范基地啦哈。那么当然啦，咱讲到这。温室大棚，吼，起了这，咱讲起了是什么？就是一个建筑物哈。那么就是讲，因要来从事这个行业，哈。我好多讲诶，有一寡少年的朋友啊，他如果要开始要来从事的时候，有时候伊家己基金也不够啊，哈自己部分啦，吼，是毋是讲咱市政府有甲因吼做这个辅导，还是讲吼有互挹注什么资金啦，吼，过来就是讲。咱政府对这绿能的这个发电吼，敢有给补助？应该讲头讲分做两部分啦，因为咱头讲的若是要做地面型的渔电共生，伊相关的经费较少。我若要做屋顶型，我得先起一栋这个建筑物，所以当然伊的成本一定比地面型较贵。所以当然目前是迄个咱渔业署家有一个补助啦，就是讲。咱也是要起这个室内养殖场，另外要去做渔电共生的这部分吼，伊会当去干申请吼，一案，伊会当补助迄个一半，上侪是500万。所以来讲，你若是有需要做这个室内养殖场了，另外要去做渔电共生的部分，会当来甲迄个中央渔业署来做申请。那么咱即摆吼，示范养殖场，所饲的鱼啊，大部分拢什么种类啊？伊是拢迄个饲什么鱼啊？啊，佮有就是讲吼，咱伫这个漳东的这个养殖啊，吼，对着这个鱼啊，这个养殖吼，咱的品质敢能较提升。来讲，咱即阵上讲伫北门这场，伊就是一个这个室内养殖场的渔电共生场。伊内底伊最主要就是饲白虾。白虾。对咱白虾。咱讲白虾吼，佮有寡龙虎斑。算是石斑的一种啦，伊主要是以白虾为主啦。因为这种白虾，其实伊本来就是这种虾啊吼，你若是伫迄个环境变化的情形下，伊有可能就拢会当，伊有可能就会大量死亡嘛。所以这要小心翼翼。对，所以伊像这场，伊主要就是伊一个室内养殖的设施。我这个室内养殖的设施，就会让头仔讲会让为，互伊的规个。环境会让较伊的温度会让较恒定，较恒定，所以就较袂有这种这个上下起伏的情形。个第二种会让防止我，比如讲迄野鸟啊，什么会带我病毒来吼，因为伫内底，所以这部分买当防治。所以伊这个室内养殖场都有这两个好处啊。佮加上伊有做这个智慧养殖的设施，头讲的这个。智慧养殖的设施就是讲水质，伊会让去，互咱的水质拢会让达到稳定吼，也是讲咱水质去监测若有啥物变化的时阵，伊会让随时甲咱提醒，咱就落去做这个应用。所以因为有这三种吼，会造成伊这个存活率吼，伊虾仔存活率就一定比伫咱外口饲的存活率加足悬。是，那么吼，讲到咱用智慧养殖啊，哈，智慧养殖就是咱用电脑啊，用一寡人工智慧嘛，哈，等咱像咱进前咧讲迄个，像即马无人驾驶哈，无人驾驶好像就没有人嘛，哈，咱的这个电脑智慧这个控管的机哈，咧养殖这些鱼啊时阵啊，是讲这些虾啊时阵啊，哈，就是人力会变成比较少吧，好，应该会去冲击到。有些人就变成没有工作。其实嘛，讲冲击比较少，应该是讲借由这智慧养殖的设施吼，来提供，互咱会让有另外一个判断力啦。因为头仔嘛讲了讲，其实有这智慧养殖的设施，是更能够去吸引一些现在的年轻人，他愿意来投入。其实我们现在担心在养殖渔业，并不是担心那个会被。取代对，取代应该是担心说没有人要加入，现在是人口老化的问题，所以是更希望有这些新血的加入。这些新血要加入，就
有要靠这些智慧养殖设施才能够更吸引他们愿意一起来投入养殖这一块。所以可能讲日新月异啊，哈，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进步吼，我们也要跟着时代的这个进步的潮流哦，来迈进啦哈。就是讲一寡少年朋友啦哈，他们以前对的这种田啊，是讲吼饲鱼啊，这种是做劳力的这个工作，而且有时候很辛苦呢，半暝啊拢爱个出来巡的吼。当然，不是讲少年人即马较笨蛋，就是讲吼，当然啊，大家会当选择一个较轻巧的工作，我何必着找一个，互家己足辛苦的吼，互家己安尼无眠无日都爱照顾吼。那么伫这个当中，会当利用这个智慧，还是讲用这个电脑去控管的时阵，我们吼咧饲鱼啦，还是讲吼种田的人，他们就会比较轻松啊，比较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力，安尼可能对着这个青农啊，是讲吼一寡青少年的这吼养殖业者吼，因会较容易来跨进这个行业啊。无到时后摆啊，吼咱要食鱼无是能够食虾货的，食因为无人要吃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说，咱爱互因吼愿意进来这个行业里面吼，啊，互因吼伫这个行业内底会当轻巧的，而且吼会当吼各有足高的这个收益。哦，莫讲迄什么迄个钱说至少离家近啦吼，毋免讲做到这个标准啦吼，啊上起码爱互人伫这个当中吼，真正会当赚到钱啊，毋免吼像以前的人遮尔辛苦吼，啊能够就是说有那么大的些效益啦。那么咱今仔讲哦，这鱼电共生啦吼，是不是未来有什么计划？咱科长嘛，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吧？应该讲，这个鱼电共生是咱配合这个政府的这个绿能转型的能源转型的措施，是一定爱来持续推动嘛。那当然，鱼电共生其实也本意就是讲爱以渔业为主，我主要就是伫饲鱼，那迄个绿能加值，就是我是了我饲的经营下，我有靠这绿能这电吼，会让互我价值搁提升来创造双赢。那所以，阮是足希望讲会当按这个鱼电共生会当持续推动，无论是这个地面型，还是屋顶型，推动这个其实伊有一个上好的好处，就是讲，我会让借由本来这个绿能业者伊就会投入这个伊的迄个资金吼，要希望借由伊的资金，会让来加强阮这个养殖环境吼的改善啊。比如讲，阮的迄个温体环做较牢固的，会让导入用因的资金，让导入咱这个智慧养殖嘛，咱甲导入好去嘛。智慧养殖的设施的，其实迄拢是一个成本吼，靠因这个资金来导入，会让互咱吼原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渔业会让转型，毕竟是一个大规模吼，然后规个一个科技，然后自动化发展的一个区域，让变成一个新的趋势。那么现在目前呢，哈，来投入这个鱼电共生还是讲哈，像这种温室大棚的这业者，他们就是讲多吗？就是讲想要入来人多吗？哦，因为伊这入来嘛是爱相关都有门槛啦，目前头我头先讲过，即马现出是主要是拢属于迄个屋顶型的鱼电共生的这个业者来询问较济，伊就是讲我要爱先起一间工厂起来，了后我伫顶管要设置这个太阳能的设施，所以我头讲的就是讲，阮现出是总共一定目前有16间，有16案的这个屋顶型的，但是后边陆续更多，各1、20间，其实拢有开始来去申请这个。所以就是讲吼，咱这个消息出去之后，好像民众接受度也很高啦哈。就是讲来想要做这一块的民众嘛，应该算开袂少。是。那么在这个当中，就是讲因在这个争取的这个当中啊哈，他们会有什么困难吗？哦，应该讲。因主要是要来申请这个鱼电共生，但因主要是要以迄个发电为主嘛。讲本来业者是感觉要发电为主，但是伫阮的本意就是你来设置鱼电共生，你要以饲鱼为主嘛。所以因来申请的，阮第一个我就一定甲讲，你这个室内养殖的这个设施吼，你来起好稳固，因为你这是要教
加迄个你的太阳能设置上爱20档以上，所以你这个你袂当用一个迄种比较那种临时性的设施啊。所以你要有长远的计划。对，你要有长远计划，你要做一个稳固的这个室内养殖的设施。是。你来，比如讲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你爱含你边仔含外口爱有一个区隔，安尼它会当开始确实来饲鱼，较袂受到这个外口的环境的影响。就是因爱先有做这个硬体出来了后，了后爱来第二步，爱开始有这个饲鱼的舒适，安尼伊才会当来申请我要伫这个我屋顶设置太阳能，所以大概有安尼规范啊，所以最目的就是要希望讲，咱今仔日毋是要发展能源尔，咱主要是先爱按咱这个渔业养殖渔业先顾好，这是咱的本，这个本顾好，咱要做这个绿能价值，甲加起嚟。他多啊，咱科长在讲啊，就是讲用咱这个智慧养殖的方式吼，和一寡咱想讲，本来他不是养殖业人，伊要跨行进来的时候，伊的门槛较低，伊的比较成功率也比较高啦吼。是讲即马吼，伫目前啊，咱跨行的，就是讲，原来伊毋是做养殖业人，来做这养殖业人济啊少。应该讲，其实即阵也是少年人要去来做吼，主要是应该讲。他大概伊拢是读一种养殖方面的人，相关行业。当然，其实伊是养殖方面的人，其实伊做侪因厝人本来可能嘛毋是咧养殖的，是。所以伊即摆若毕业了后，伊嘛是拢有需要有一个舞台啦。所以他要从零开始。对他当然借由这个智慧养殖，他当然也不可能说一开始第一时间就自己去做一个投资去盖一个厂，他一定也是要先到别人的厂去。但他到别人的厂去的话，去历练一下。对，我头讲以前你若毋是阮兜的人，我其实我嘛袂甲你教啦。但是即摆来讲，比如讲有这个智慧养殖的设施的，变讲所有的物件拢是一个数据化、科学化，所以变有一套这个环境的 SOP，所以逐个来，比如讲人有一个场域的，拢会让按这个经验按这个数据这个资料让传承落来，互因遮的人逐个拢有法度做回来做这个养殖的工课。是。那么给咱咧吼，咱咧讲渔电共生啊吼，最后咱科长做一个结尾呵。所以讲，咱渔电共生主要是爱以渔业为主吼，绿能为辅。阮迄个市政府家嘛，持续咧配合咧推动，就是希望讲咱这个相关的业者吼，拢会当伫这个条件下，会当来提出来，会当提出来施作，嘛会当。互咱这个人的之间的挹注吼，互咱规个渔业吼会当转型，会当变个另外一个新的境界。是，今仔日讲渔业共生吼，智慧养殖啊吼，邀请到咱吼农业局渔业科科长吴国林科长吼来甲咱的乡亲朋友做这个介绍。我相信咱对着这渔电共生吼有较深入的这个了解吼。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吼，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哦。